来看宜兰的苏澳庆安段哦，目前咧进行市地中华的工程，有民众是怨叹讲，这拢无告示牌来说明，真正冇人骑车跋倒，附近哦冇骑街，地板有必损。县政府是表示讲会来协助改善，若属民众的厝哦有受到损害，施工的单位应该马上补偿。到位，我车必损哦。厝内底涂骹出现真长的壁痕，民众质疑是苏澳镇镇安段主办市地中华工程地属，搁质疑施工厂商无放告示牌啊，居民出门时阵常常迷路，甚至有人骑车直接跋入去暗土内底。对啦，民众搁质疑中华工程包厢的工人，搁常常去居民门口口无经过同意提水，包厢知影了后，马上赶去现场甲居民沟通。你有伫遮吼，阮从化会。我是普通的小百姓尔，阮袂当安尼水安尼闹。就算包厢改税，居民依然无法度接受，因为这毋是中华工程包厢第一摆引起争议，过去多摆因为包厢施工路基乌空气，搁涉嫌违法暗示施工无预警断水断电，民怨真多。如果有损及到邻近的房屋造成损害的部分我们会请厂商依照规定去做补偿。中华工程常常扰民，县政府表示会请中华会确认了后改善居民提出的问题，搁勘查是毋是接受零损，若是有，会要求包厢补偿，也请包厢赶紧在明年中进行完工，减少扰民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走路人的安全哦。